大家好，歡迎收睇勁爆消息。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近日香港氣温熱到破紀錄，天文台錄得超過36度高温，但戶外工作嘅勞工依然只能夠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下掙扎求存。有位70歲嘅清潔女工更加因為要飲水休息，慘遭警告。究竟呢個工作暑熱警告系統係咪徹底失效，完全冇辦法保障基層工友？今集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深度拆解成件事。香港呢排真係熱到誇張。天文台尖沙咀總部錄得143年嚟最高紀錄36.9度，新界部分地區甚至差唔多去到40度。喺咁極端嘅天氣下，戶外工作者可以話係完全冇遮冇擋。記者去過九龍區一個垃圾站實地睇過，休息室入面環境簡直係惡劣到極點，入面溫度同外面幾乎冇分別。所謂嘅風扇仔係靠太陽能發電，一落雨就即刻壞晒，完全幫唔到工友降溫。入面嗰位清潔女工喺度做咗3幾年，每日工作9個鐘，除咗食飯之外根本冇得唞，每日只能夠靠2大支水頂住，減低中暑風險。真係聽到都覺得心酸，呢種環境簡直係對基層勞工嘅折磨。我哋再講下呢位70歲嘅嬌姐，佢做呢份清潔工作，心態都係做得咪做，但係面對呢種連環高溫，身體點樣頂得順？佢話公司係有飲水機提供，但佢邊敢用？見到啲水質好污糟，充滿泥沙，佢根本唔敢飲落肚。長期喺太陽底下暴曬，嬌姐每日返完工返到屋企，根本連喐嘅力都冇，唯有靠飲冰水嚟解暑。最荒謬係佢試過因為太熱想停低飲啖水休息，竟然被食環署人員當成偷懶，仲要影低佢相片，搞到佢最後收到公司警告信。一個70歲老人家為咗生計要喺高溫下拼搏，渴咗想飲水都要受氣，甚至面臨被炒魷魚嘅風險。呢種職場制度根本就係完全唔人性化。講到呢度，大家一定好想知嗰個所謂嘅工作暑熱警告到底有咩用？現行制度下，即使熱到爆表，呢個警告系統好多時都只係掛黃色波，幾乎見唔到紅色或者黑色。對於僱主嚟講，黃色警告根本冇任何法律約束力，亦冇規定話一定要俾員工休息。嬌姐曾經試過直接同主管講，話自己真係好熱，快要暈低，想入休息室飲啖水休息下。點知主管完全唔體諒，仲話佢駁嘴，搞到大家極度不愉快。事實證明，呢套指引對於黑心僱主嚟講，簡直係形同虛設。佢哋只需要不斷催促工友趕快做完工作，根本就冇將工人嘅健康當一回事，更加唔會理會所謂嘅中暑風險。咁點解僱主可以咁大膽唔理指引呢？因為現行嘅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根本就係自願性質，完全冇法律效力。好多僱主第一時間就會計數，如果我跟足指引俾工人休息，效率就會大減，成本又增加。如果我唔跟，反正又冇後果，冇人罰款，亦冇相關部門嚟巡查檢控，咁佢哋自然會選擇唔跟，務求將利潤最大化。呢種漠視基層員工生命安全嘅態度，簡直係令人髮指。所謂嘅指引喺追求盈利嘅公司眼中，只係廢紙一張。佢哋根本唔會擔心因為中暑導致員工出事，因為最終受苦受難嘅永遠都只係呢班揾食艱難嘅基層勞工。面對呢種絕望局面，清潔工人職工會嘅幹事顏烈洲就提出咗好直接嘅建議。佢認為政府既然做咗個指引，就唔應該係得個講字，必須將佢轉化為法律，令指引具備真正嘅強制性。如果僱主長期唔跟指引行事，甚至可以列入黑名單。當局喺批出外判承辦商合約嘅時候，必須要考慮呢個因素。如果有一間公司連員工最基本嘅暑熱休息都唔俾，仲要不斷剝削佢哋，政府又點解要繼續俾錢佢哋賺呢？呢個邏輯其實非常簡單，但係政府似乎一直都係得把口，遲遲唔肯落實呢啲具體嘅處罰措施，真係令人非常失望。覺得政府完全係將工人推向危險邊緣。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總幹事胡美蓮對於勞工處嘅做法亦都係極度不滿。佢直指現行工作暑熱警告系統計算方法完全有問題，連日嚟香港氣温焗到死，室外體感温度簡直係地獄級，但係警告依然只係黃色。對於勞工處長話會研究改善機制，胡美蓮就批評呢種講法係推搪，係完全不負責任嘅表現。佢指出國際上其實早就有一套通用標準，叫做濕球、黑球温度，專門用嚟衡量熱壓力，但係政府就偏偏唔採納。唔知係咪要等到有工友喺酷熱下出事，
甚至發生人命傷亡，佢哋先至願意認真去處理呢個問題。呢種態度對市民嚟講真係無奈喎。好多網民同公務人士都睇唔過眼，覺得勞工處啲官員就好似活喺冷氣房入面咁，完全唔知道外面嘅氣溫有多恐怖。對於點解警告系統失衡，永遠只係黃色，冇紅冇黑，勞工處長甚至話自己都有好多問號。呢句話聽到人真係火都嚟埋。自己身為管理部門，話自己有問號，難道係想叫市民幫你揾答案嗎？呢種推卸責任嘅態度係香港官場常見嘅寫照。政府成日講要關懷基層，話要做好勞工保障，但係當問題真正出現，需要佢哋強硬執法嘅時候，佢哋就只係識得研究再研究，拖得就拖，完全冇任何具體作為去解決問題。今次事件仲帶出咗一個好嚴肅嘅社會問題，就係香港嘅貧窮長者困境。70歲本來應該係享福嘅年紀，但係香港好多老人家為咗生活，仲要喺極端天氣下做體力勞動，佢哋冇得揀，因為福利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唯有去做清潔工賺取微薄人工。呢班長者本身抵抗力就比較弱，喺接近40度嘅高溫下，冇足夠水分補充，又冇休息時間，身體絕對會承受好大壓力。社會對呢班為城市清潔付出嘅功臣，唔單止冇提供足夠保障，反而仲令佢哋受到更大嘅剝削。呢種現象絕對係香港社會嘅悲哀，令我哋睇到繁榮背後嘅殘酷面。再睇翻公有嘅休息設施，簡直係荒謬。一個靠太陽能發電嘅休息室，一遇到陰天落雨，風扇就停運。試問喺30幾度高溫加上高濕度嘅環境下，一個密封嘅空間冇風扇會係幾咁局促？記者話逗留唔夠1小時已經全身濕透。工友每日工作9個鐘，期間喺入面點樣休息？公司呢種慳錢慳到盡嘅心態，完全係無視人命。休息室本來應該係工友補充體力、降溫嘅避難所，依家反而變成咗一個焗爐。呢種對待工友嘅方式，就算唔係直接謀殺，都係慢性毒害。長遠嚟講，對工友身體健康嘅損害係難以估計。呢種做法根本就係冇良心。最令人心寒嘅係，飲水居然變成咗一件錯事。叫者想停低飲啖水，就被影相收警告信。呢種管理文化根本係極度扭曲。飲水係人類生理需要，特別係喺戶外高溫工作下，冇足夠水分補充係好容易脫水，甚至中暑暈倒。管理層用呢啲所謂偷懶嘅藉口嚟打壓員工，完全係為了自己嗰少少效率，而不惜犧牲員工安全。如果連喝水都變成一種奢求，咁呢啲所謂嘅合約承辦商根本就冇資格去經營呢啲服務。政府如果唔嚴加規管，呢種惡性循環只會繼續落去，最終犧牲嘅係邊個？大家心知肚明。呢種風氣絕對唔能夠再縱容。如果睇睇外地，其實好多地方都嚴格禁止喺最熱嘅時段進行戶外工作，甚至會有強制性嘅停工安排。反觀香港，仍然停留喺一套指引、一個黃色警告，寄望僱主自律。呢種心態真係太天真。僱主自律根本係不存在嘅幻想，特別係面對外判合約呢種低利潤環境，政府必須承認現有制度嘅失敗，唔好再拎啲藉口嚟搪塞，例如咩研究中、咩商討中。社會需要係真正嘅改革，係強制性嘅保護政策，唔係一啲冇牙嘅指引。工友嘅血汗唔應該成為僱主獲利嘅籌碼。呢個係最基本嘅社會公義，我哋一定要為工友發聲。總結嚟講，呢單新聞背後唔單止係天氣嘅問題，而係一個制度嘅崩壞。當氣候變化成為常態，極端高溫只會越來越頻繁。如果我哋唔改善依家呢套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甚至將指引變為法律，受害嘅只會係更多嘅基層工友。政府同有關部門必須要攞出勇氣去對抗嗰啲黑心僱主，保障工人權益。唔好再睇住工友受苦，亦唔好再講啲風涼話。大家作為市民，其實都應該關注身邊嘅工友，至少見到佢哋嘅時候，多一句關心都係一種支持。但我哋更需要嘅係一個真正能夠保護大家嘅制度，令佢哋可以有尊嚴咁工作。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清潔工人喺極端天氣下缺乏保障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